100年前的西门町究竟是什么款的模样呢？有一位来自台南的工程师，对台湾文化历史有正大兴趣，对20年前就开始收集台湾的老相片。伊嘛把这寡旧相片重新搁再解释，黑白的相片也变作是迷人景点。就是那个西门红楼旁边的神社。西门町红楼是日本时代起的市场，过去市场边有济济摊要日本新写，甲这张黑白相片重新搁做色，当初的面貌都拢看现现。对台湾文史有侪年研究的王主席，毋但收集修复老相片，2-3年前嘛开始替黑白相片导色，希望利用相片将过去的历史一张一张甲导出来。为阮对历史有兴趣的人。看到这些相片变成彩色的，那像有这个时间的机器，会当互你走去过去看迄个所在是啥物模样。黑白相片有色水以后，细节内容拢会更较显透。王主席落色嘛会参考文字记录，请教专家尽量呈现上原始的模样。比如讲，有人伫迄个诗歌内面有写着，公车是啥物色，啥物物件啥物色。所以迄资料其实无啥好找，有当时咱去问，以前老人有经过迄个时代的，伊佫记咧讲啥物物件啥物色，咱甲慢慢甲遮个色甲补转去。王主席收集来相片，嘛含济单位个人合作，提供展览研究。像这把大安病院头前台湾民报派报的相片，都是王主席重新落色的。咱若是这个时代的人，可能你想到的病院是你，譬如讲台病院款的病院啦，但是若是有一个老相片，你就讲原来迄时阵，迄病院是生做安尼，伊伫咧门骹口佫有挂一块匾额吼，会当写讲伊是啥物所在安尼，原来甲咱想象的有淡薄落差嘛。台湾的街头巷尾建筑风华，拢是成就历史的重要元素。王主席讲，伊所整理收集的文书资料，拢是公共财，有适合的就会捐出去。若是能力范围内的邀请合作，伊嘛拢会尽量配合，配合优质做伙推广台湾文史。记者杨淑晴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